台南市警局刑警大队经过分析被害人报案的笔录甲源头追踪，查出早期通话所在地甲通知嫌犯的真实身份，强烈查克，并敲出大量的枪炮弹药甲毒品，查扣非法通讯设备，包括网络电话交换机、WiFi 分享器甲手机等证物。这款借着网络将境外早期语音风暴传送到境内转接据点，搁再改门号，用无显示的号码卡予被害人，假讲是因的亲友，后续得伊真需要用钱，要求被害人汇款的手法，就是要看卖我是送的早期，想要到这2个月来，也有20多人受害。分3事情大，不好意思，配了2张搜索票，来，搜索票。台南市刑大侦办民众遭猜猜我是谁诈骗案件，案经情资分析及搜证完备后发动搜索，查获陈姓犯嫌疑人，并查扣非法通讯设备、宽频网络数据机、WiFi 分享器、作案用行动电话等证物。全案依刑法诈欺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对此，市警局呼吁防止这类的诈欺，民众甲亲友会当约定特殊的通关密语来验证身份。若拄到以通讯软体来借钱，一定要再次确定身份。若任何疑问，拢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来寻求协助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